台南市南区区公所举办圣诞节点灯活动，特别邀请在地幼儿园康乐团演出。侪家长拢带着小朋友来到公所广场看表演、听音乐，气氛热烈和温馨。点灯它代表祈福，也代表平安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平安点灯的模式呢，期待来年的一年大家能够更好，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心想事成。平安喜乐。在台南市民政局长甲南区区长的带领之下，公所瞬间变成美丽的灯海。为着庆祝圣诞节，同时迎接台南市8，公所设置具有在地罕有风情的入口意象，更以各地形昆新，设计出高水的海底作为吉祥物。每年台南市8佮台湾联会拢开始要进行，会使讲每年是台南市上无用的一档啦吼。希望讲大家里长和市民朋友来当共同来支持市政。让我们台南市更好。点灯象征幸福、希望以及美好的未来。南区公所在2024年也将持续致力发展观光、海游产业，带动地方创生。台南市梁淑怀采访报道。